你找个啥裤子啊？开裆口。你擦水也黑啊现在。哎，叔叔，哎，叔叔，哎，叔叔，哎，叔叔。囡囡，到来年按照经常节出神经病馆，但是我也来服侍个人。今天擦水擦到地板了，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开得来特屁股。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。哎，开得来特。嘘。哦，来这。哦哟，这个擦啥？哎呦，囡囡，你是养出来的，有点晒啥？哎，不对了，看见你发擦了，你也不是了。哎呀，你是外带马桶了。哎呀，你整个光杆，乒乓砰！啊，板板甚至总是会得到了台球馆了擦屎，酱必是酱，而且也松酱，酱啥么子？虎门王高来了干，来半只海水呢，那个女生子最欢喜吃。48块，臭的！哎呦，3斤木的一块钱，到秒钟4块，你都到哪拿便宜个家？不是你比呢，是人家没得举。那么过来2只，好的。味道怎么样？再来2只，谁带得起1只高的？